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有好感對象嘅你啦，嚟緊同對方嘅關係會係點發展呢？隱士牌嘅塔羅牌就似乎唔係一個幾好嘅信息啦。佢話你將好多嘅想法，甚至乎將呢份愛意，其實收到喺心底好深好深嘅位置，對方連少少都可能未必察覺得到啊！咁其實你係想同佢一直曖昧落去，想同佢發展，抑還是單純地永遠地暗戀落去就算啦？幸福級嘅美麗話你要更加去愛自己，悉心照顧自己嘅身心智靈，俾你內在嘅美麗去自然散發出嚟呀。我覺得係你更加唔相信自己嘅價值，所以就唔敢將自己嘅內在去展現俾對方知。咁對方都冇辦法去了解同接觸你嘅話，其實呢段關係最後可能好大機會冇辦法開花結果㗎。不妨嘗試去諗翻，你暗戀佢嘅其實係為咗啲乜嘢啊？你係想同佢有一個情侶嘅關係，抑還是真係默默地遠處中意佢就覺得好啦？呢個就交翻俾你自己去決定啦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